6月23日，國際金價承壓下行，隨着中東緊張局勢略有緩解，以及美聯儲釋放鷹派信號，黃金市場避險需求趨於減弱，投資者獲利了結意增強。現貨黃金收跌0.05%，收報3372.99美元。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通過白宮發言人表示，將未來2週內決定是否對伊朗取軍事行動，暗示將為外交途徑爭取更多時間。這一表態被市場解讀為減溫信號，減低了衝突迅速升級的預期。中東局勢當前進入短暫暫停期，這是黃金下跌的最主要誘因。與此同時，美聯儲會議維持利率不變，但主席鮑威爾重申對通脹風險的擔憂，尤其指出特朗普新一輪關稅政策可能再度推高物價，從而限制了寬鬆政策空間。當前金價處於盤整階段，市場情緒已高度看升，若不能突破3400美元的技術壓力位，黃金可能進入更長時間的盤整。儘管短線承壓，多數機構依然維持黃金中期向好預期。高盛重申2025年金價看向4000美元的目標。分析指出，各國央行持續增持黃金，地緣局勢反覆難測，美元長期貶值趨勢確立等因素，仍構成黃金強支撐。瑞銀、摩根士丹利、德意志銀行等也普遍認為，若美聯儲在年內開啟減息週期，金價或將重新測試歷史高點。本週，美國將公布 PCE 核心通脹數據，以及鮑威爾在國會的半年度貨幣政策聽證會，屆時可能成為金價方向選擇的關鍵。所有內容僅供參考，不構成投資建議。如據此買賣，盈虧自負。請訂閱、按讚、分享，多謝收看。